我开始讲音标以前呢，你先简单的讲一下音节，主要原因，看到记住係有原因嘛。韵味的部分呢，佢會有原因寫下來，就會可以嘅翻譯哦。大家看到也有兩個詞啊，老師用兩個詞來舉例啊，吼。一個係短，一個係呆，吼。喺講過年上尾啊排呢，就係過年短。佢會用嘅音標，過年嘅音標呢係用漢語拼音啊。大家看到聲母的介音呢，主要原因韻尾那拼下出來呢就會短上挑三聲嘛，三聲嘅客話呢短。你就看到客話咯，過年係有一檢查咯，客話就冇介音客話就冇介音，你拼下出來，上母還係的主要原因韻味上挑還蠻講嘛就按呢就做得正確嘅拼下出來下尾愛呢，比愛大家看到過年讀做愛，上母冇上母，介音冇介音，主要原因韻味客家話呢，客家話讀做愛，後面同樣佢冇上母冇介音，也係本客家看，家面前你講一個音節地位最重要，最重要就係一定要有乜嘢，一定要有上挑，一定要有乜嘢，一定要有主要原因。兩個你也就看到，大家看到上母原來上母係做得缺少嘅，做得冇上母嘅，介音也冇不見得會出現，冇聽到有出現。韻味嘅部分呢，係本客家看。韻味有可能係原因，像下尾就愛詩出現那個韻味就係原因嘅短詩一隻詩嘅韻味呢，就係輔音就係輔音當然韻味也有可能係冇出現啦，也有可能冇上挑呢就聽說會有嘅，聽說會有嘅愛。過年嘅愛上挑冇寫出來，大家都知條板你好注音符號一聲字的聲調呢是省略的其實佢冇上挑啦佢係省略如果上挑聽說有主要原因聽說會有聽說會有，你大家就了解有基本嘅觀念基本嘅觀念。你基本嘅課程主要就係希望大家看到詩做得讓佢寫出來，